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咩級。咁今日咧同大家去介紹下 MA 嘅一個形態分析。咁 MA 嘅形態咧就分為呢一個多頭行情當中嘅多頭排列啦，同埋上山爬坡，同埋咧空頭行情當中嘅空頭排列啦，同埋落山滑坡。咁亦都有轉折行情當中嘅一個金銀谷同埋死亡谷，出水芙蓉。呢一個斷頭鏟刀咁樣嘅一個形態，今日咧同大家主要去介紹多頭行情嘅形態啦，以及空頭行情嘅形態。好啦，我哋首先可以睇一睇多頭行情當中嘅呢一個多頭排列咧，佢主要嘅特徵咧就係出現喺一個上升嘅一個升勢當中嘅。咁由上至下咧會有呢一個嘅短期均線、中期均線、長期均線咁樣去組成。咁三條均線啦，都係呈現一個嘅向上嘅一個圓弧形狀。咁呢一個嘅技術圖表形態含義咧，就係咧叫我哋啦去積極咁樣做多，繼續可以提升。咁喺呢一個多頭排列形成嘅初期同埋中期咧，即係話咧呢一個嘅5天均線同埋10天均線排列嘅時候咧，可以積極咁樣去參與做多嘅。咁第二個啦，上山爬坡呢一個嘅形態咧，佢主要特徵咧就係啦，短中期嘅均線咧會出現多次嘅一個交叉現象，但係最終咧都係會以一個長期嘅均線去托住呢一個短中期均線，咁樣咧以一個上落嘅方式啦，去向上咁樣攀升。譬如話我哋可以見到圖中嘅呢個短中期均線一路咧都係俾呢一條長期均線咁樣托住佢上去嘅。咁呢一個嘅波度咧，如果越細嘅話咧，上升嘅一個時間咧會越長，往往咧會越有後勁。咁同時啦，我見到一浪咧係高過一浪，浪形咧非常之咁清晰嘅。一般咧高點都係會比第二個高點會高，低點咧都係會比第二個低點咧要高，形成一個上升嘅一個波浪形態。咁樣嘅話咧，大概後市上升概率咧會比較大，亦都有一個做多信號，同埋咧後市繼續看升嘅一個含義。咁可以咧積極咁樣做多，只要咧價格嘅上升唔係十分之過分，咁咧可以持有待升，亦都可以啦。喺呢一個調整當中，新建一啲嘅多單逢低咁樣去建倉。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